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要同大家講一個關於華南海盜與赤鱲角之戰嘅故事。各艦注意，今日我哋要截擊海盜，保護家園，為民除害。呢個係為咗清剿海盜嘅首次行動，必須要全力以赴。海盜得知消息，夜間聚集，旗號高懸。敵軍來襲，我哋要團結一致，擊退滿清嘅軍隊。提督，我哋一定唔會退縮，誓死保衛我哋嘅海域。快啲睇下，船隻翻覆，呢場戰鬥實在太可怕啦！我哋點算啊？如果海盜贏咗，我哋嘅村莊將會淪陷喺佢哋嘅手中啊！我哋失去咗4艘船，梁濤，狀況如何？我無法逃脫，寧死不屈，願以身殉國，不願被賊盜所護。何定敖得知海盜即將來襲，立即召集鄉勇，準備防禦。各位，海盜來襲，我哋一定要保衛家園，設置巨炮，準備迎敵。為咗勝利，我哋決不退縮。我誓言捍衛鄉里，無論生死，必須打敗海盜。雖然何定敖奮勇作戰，最後都力竭而死。海盜奪取數十隻漁船，鄉民們毫無招架之力，四散而逃。所有船隻準備，隨時迎擊敵人。我哋嘅目標係劫掠更多財物，保護我哋嘅勢力。此時有3艘葡萄牙船隻返回西洋，遇到鄭一嫂。鄭一嫂攻擊咗一艘，擊殺數十名外國人。2艘船逃回，正好香山知縣彭樹率領招募嚟嘅8艘船隻向西出海，同逃回嘅外國船隻相遇，就招募一齊攻擊海盜。彭樹又雇請6艘外國船隻，發現鄭一嫂嘅船隻較少，就圍攻佢。呢個時候，鄭一嫂只有幾艘船護航，其餘戰艦全部由張寶統一指揮進入內河。我哋必須隱藏船隻，靜靜等候，等張寶出港作戰。內河嘅船隻全部撤退，張寶到達之後同外國嘅船隻交戰，結果外國船隻大敗和逃走。我哋唔能夠再忍受，佢哋必須付出代價。外國人非常憤怒，向香山縣請求出戰。彭樹同意咗。初10日，彭樹點閱咗6艘西洋船隻，配以外國兵員出海剿捕。孫傳謀聚集喺赤鱲角，準備包圍海盜，氣氛緊張。我哋必須要全力攻擊，唔可以俾海盜逃脫。呢個係我哋最後嘅機會。係，我哋一定要取得勝利，為咗我哋家園同埋親人。我哋未能打敗海盜，必須重新整頓，策劃下一步行動。提督，我哋一定能夠戰勝佢哋，為百姓報仇，等啲海盜付出代價。海盜之所以猖獗，正因為我哋軍隊未能聚集。雖然佢哋人多，我哋人少，我哋船隻少，佢哋船隻大，但我哋必須要全力攻擊，先有機會取得勝利。撤退！我哋必須要團結一致，無論面對幾大困難，我哋都將會不屈不撓，為咗未來而戰。隨住孫傳謀嘅號召，官兵們重新振作，準備迎接新嘅挑戰，誓言不再退縮。